呢幾年咧，你會發現一個比較有趣嘅現象，越嚟越多嘅 TVB 藝人咧開始北上，而且唔少人去嘅唔係深圳、廣州，反而係珠海同中山啊。其實原因咧，跟真係幾現實下㗎。第一個，香港嘅生活成本太高啦，你唔好以為藝人就唔需要計數啊，住屋、生活、日常開支。去到某個年紀，一樣會諗我可唔可以住得舒服啲嘅。第二個，內地嘅發展機會多咗啦。依家好多藝人做直播啊、商演、品牌活動，工作重心慢慢北上㗎啦。如果係工作本身咧，就喺大灣區住近啲，生活成本低啲，自然就多啲機會、多啲選擇啦。第三個其實係最重要嘅，係生活品質啊。同樣一筆預算喺香港可能買到嘅居住空間有限，咁但去到珠海同中山，可能已經可以買到一個比較大嘅單位，有園林啦、會所啦、停車位啦，甚至有真正屬於自己嘅生活空間嘅喎。所以你會發現，明星其實都係普通人。後生嗰陣時可能追求事業、曝光、方便，但係去到某個人生階段，開始重視嘅嘢就可能會變成住得舒唔舒服，生活有冇壓力，每日返屋企開唔開心。所以問題可能就唔係點解香港人要北上，而係當你發現同一筆錢可以換一種完全唔同嘅生活，你會唔會試下呢？如果你都開始認真考慮珠海、中山，我可以同你講下香港人北上置業究竟邊啲地方比較適合你。我係阿耀，關注我。